資深藝人艾威嘅太太陳美玲 Lisa， 舊年5月因病離世，艾威經歷喪妻之痛。依排，艾威喺社交平台分享咗重新振作嘅日常，包括北上直播帶貨、幫手打理 Lisa 生前創辦嘅手錶店，仲有喺灣仔食肆招呼客人嘅片段。片中佢笑容滿面，積極招呼食客，展現出正面能量。但意外引來部分網民批評，話佢太快走出傷痛，唔應該咁開心。面對質疑，艾威喺接受節目專訪時直率回應：屋企人死咗，你要我傷痛幾耐先至有權開心？邊個做準則？佢表示要用開心嘅態度面對未來問題。亡妻 Lisa 喺佢心中從未消失。事件曝光後，網上輿論迅速兩極化，但大多數網民力撐艾威，認為哀傷冇固定期限，每個人療傷方式都唔同，唔應該被外界強加悲傷標準。更有網民喺 Brass 爆料，話 Lisa 離世後喺朗豪坊超市偶遇艾威，當時佢神情哀傷，茫然若失，手持薯片呆站20分鐘，令人心碎。好多網民希望外界可以俾艾威更多空間同埋理解，希望佢繼續積極生活。